Hello，大家好啊，我叫 Yannis 啊。今日會為大家介紹鐵板神掃掌門人陳志豪師傅。師傅入咗行40年，有幾個成功嘅驚人預測，其中一樣就係冇玄學家預測得到，佢竟然預測到梁振英當選特首，之後又預測到14年嘅佔中事件，然後又預測到15年年尾嘅黃金升值喎。師傅啊，咁喺16年猴年啦，喺大年初一已經發生咗呢個暴動事件咯喎。咁你對嚟緊16年有咩預測呢？其實咧，丙申猴年喺呢個《黃極經世書》啊，行呢個震卦。震卦嚟講咧，係一個動盪、喐動。申咧都係猴，印身自害咧，就成為呢個驛馬。好多人湧嚟香港啊，係好定係唔好咧？其實咧，我哋只要記住3個月份，呢3個月份嚟講咧，係發生嘅事比較多嘅。4、7、11個農曆4月嚟講咧，我哋好高興就係呢個樓宇嘅價格啊，係由呢個低點一路提翻升起，同埋股票啊、金融啊嗰啲咁咧都係處於一個樂觀嘅現象。但係維持不久之後咧，喺7月咧，我哋喺呢個香港咧就要面臨一啲外邊嚟嘅人喺作奸犯科、搞暴動啊、搞示威啊。其中嚟講咧，不乏嚟講年初個鏡頭係有血腥味嘅。市民嚟講要小心啊！嗰啲當旺嘅地方諸如旺角啊、中環啊，甚至新界一啲當旺嘅地方。好啦，喺11月嚟講咧，最主要嘅呢個身體嘅問題有傳話有污染嘅嘢會對身體唔好嘅啦，同埋一啲傳染病外邊帶嚟嘅咧，會形成一個好大嘅影響，會多量嘅人走去醫院嗰度求救。好彩醫翻好嘅人亦都好多，唔會好似03年沙士咁死咁多人。但係嚟講咧，我可以咁講話俾你哋聽，你要小心身體，因為大量嘅人嚟講咧要求醫嘅。醫嚟講咧喺呢段時間咧，亦都係形成一個黑色嘅冬天嚇。好啦，到冬天正式開始嘅時候嚟講咧，我哋好彩一切都歸於呢個平淡同埋呢個五光十色希望大家要注意嘅。